廣講聖經，我哋用廣東話讀聖經，一齊思想同埋學習實踐神嘅話語。希望你喜歡聽，會訂閱同埋介紹俾朋友啦。以弗所書第一章。以弗所書好明顯有兩個重點嘅。第一就係神預備咗我哋乜嘢嘅身份呢？第二就係按照神嘅心意，我哋點樣去彰顯呢個身份呢？而呢一切都係因為基督先至可以成就嘅。單單喺第一章嘅頭一半，我哋見到在基督裏或者藉住基督呢一個句子已經起碼出現咗10次以上啦。以弗所書頭嗰3章講到神俾我哋乜嘢嘅身份啊？係一個屬天嘅榮耀，鼓勵我哋要向天看，要有一個喜樂嘅盼望。而後嗰3章呢，就係講到我哋點樣喺地上面生活，可以銜接呢一個屬天嘅盼望同榮耀啊！勉勵信徒生活要同蒙召嘅恩相稱。以弗所書係保羅當困喺羅馬監獄嘅時候寫嘅，雖然係喺監獄裏邊寫，但係你一啲都睇唔出嘅。反而成封信你就覺得保羅係好有能力嘅盼望同埋感恩啊！佢好掛住佢親手所設立嘅教會，所以喺信嘅開頭就帶住問安同埋祝福嘅話，跟住保羅就發出頌讚，為咗教會感恩喺基督裏邊所得嘅7樣屬靈嘅福分。第一就係蒙神嘅揀選，成為聖潔；第二，蒙預定得到兒子嘅名分；第三，蒙基督嘅血得救贖；第四就係蒙啟示知道神旨意嘅奧秘；第五就係蒙盼望喺基督裏邊同歸於一；而第六呢，就係蒙恩典得承受天上嘅基業；最後呢，就係蒙應許得到聖靈嘅印記啊！等我好快去重複呢7樣嘅屬靈福分，咁你數下係咪有齊晒？第一就係蒙神嘅揀選，第二就係蒙預定作神嘅兒子，第三蒙救贖，第四係蒙啟示，第五蒙盼望，第六就蒙恩典可以承受神嘅基業，第七係蒙應許得到聖靈為印記。喺第4節有講話，神喺創造世界之前已經揀選咗，已經預定咗我哋得到呢啲嘅福分啦。咁有人就話係預定晒嘅咩？又話人有自由意志嘅。咁樣講啦，如果有人準備咗好貴重嘅禮物俾你，咁起碼你都要決定係咪伸出隻手出嚟去接份禮物啦。咁呢個就係自由意志啦。對我嚟講，我覺得好奇妙啊！神喺我未成形之前，已經預定我去接受呢啲嘅福分，咁我就只可以真係感恩啦。你呢？你有冇呢啲屬靈嘅福分而感恩啊？你對神有乜嘢嘅回應啊？保羅懷住感恩嘅心，為教會獻上禱告。首先，佢為到聖徒嘅信心同埋愛心而感謝神。亦都求神賜俾佢哋智慧同埋聖靈，使到聖徒對神有全備嘅認識，知道神嘅恩召係幾咁榮耀，神嘅基業係幾咁豐盛，神所顯嘅能力係幾咁浩大，亦都能夠領會教會嘅奧秘，就係基督嘅身體，係基督嘅充滿，亦都要與基督同作萬有之首而管轄萬有嘅。你有冇時時為普世嘅教會代禱呢？我哋既然同屬於基督嘅身體，你有冇為唔同嘅地方嘅信徒代禱代求啊？以弗所書第1章，我係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嘅保羅，寫信俾以弗所忠於基督耶穌嘅眾聖徒。願我哋嘅父神同主耶穌基督賜俾你哋恩典同平安。讚美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父神，
佢喺基督裏邊賜俾我哋天上各樣屬靈嘅恩福。早喺創造世界之前，佢已經喺基督裏邊揀選咗我哋啦，使我哋喺佢嘅眼中成為聖潔無瑕嘅人。神因為愛我哋，就按照佢自己美好嘅旨意，預定我哋藉住耶穌基督得到作佢兒女嘅名分。我哋讚美佢奇妙無比嘅恩典，呢個恩典係神藉住佢嘅愛子賜俾我哋嘅。我哋藉住佢嘅愛子嘅血蒙救贖啦，過犯得到赦免，呢啲都係出於佢浩大嘅恩典啊！神用各種智慧同聰明，將呢個恩典豐豐富富咁賜俾我哋，照住佢喺基督裏邊所定嘅美好嘅計劃，叫我哋知道佢旨意嘅奧秘。等到所定嘅時候一到，叫天地萬物一同歸喺基督嘅名下。我哋亦都喺基督裏邊被揀選成為佢嘅子民，呢啲都係按自己旨意行萬事嘅神預先定下嘅計劃，好等我哋呢啲首先喺基督裏邊得到盼望嘅人都嚟頌讚佢嘅榮耀。你哋聽過真理嘅道，就係嗰個使你哋得救嘅福音，而且亦都信咗基督啦。你哋既然信佢，就領受咗神應許賜下嘅聖靈為恩基。聖靈係我哋領受產業嘅擔保，直到神嘅子民得到救贖，使佢嘅榮耀受到頌讚。我聽到你哋對主耶穌嘅信心同對眾聖徒嘅愛心之後，不斷咁為你哋感謝神，禱告嘅時候時時都提到你哋。我求我哋主耶穌基督嘅神，榮耀嘅父，將賜智慧同啟示嘅靈俾你哋，好使你哋更深嘅認識佢。我亦都求神照亮你哋心中嘅眼睛，使你哋知道佢嘅呼召俾你哋帶嚟幾咁大嘅盼望。佢應許賜俾眾聖徒嘅產業係幾咁豐富嘅榮耀，而且佢喺我哋呢啲信嘅人身上所運行嘅能力係幾咁浩大。神曾經用呢個大能使基督從死裏復活，使到基督喺天上邊坐喺自己嘅右邊，遠遠超越今生永世所有執政嘅、掌權嘅、有能力嘅、作主宰嘅同埋一切嘅權勢。佢又使萬物降服喺基督嘅腳下，使基督為教會作萬物嘅元首。教會係基督嘅身體，蘊含住嗰無所不在、充滿萬物者嘅豐盛。我哋讀完成章嘅經文啦，讓我哋用呢幾節嚟到作為總括啦。呢幾節亦都可以幫助我哋睇到我哋所信嘅三位一體嘅真神係點樣運作嘅。父神佢有美好嘅旨意同計劃，而基督就成全一切。至於聖靈就係賜下嚟為恩基幫助我哋嘅。第五節講到神因為愛我哋，就按照佢自己美好嘅旨意預定我哋藉住耶穌基督得到作佢兒女嘅名分。第九節就話一切都喺基督裏邊照住個計劃而等我哋知道佢旨意嘅奧秘，等到時候到啦，就叫天地萬物一齊喺基督嘅名下同歸於神，與神和好。第13節就話我哋聽過真理嘅道啦，亦都係使我哋得救嘅福音，亦都信咗基督啦。既然信咗佢，就領受神應許賜落嚟嘅聖靈為印記啊！讓我哋都有好嘅生活，能夠與蒙召嘅恩相稱。願神祝福你。